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0公司大语大 M 新闻，我是陈富宪，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湾爆发头一桩飞机群组感染，疫情较真的女技师正式是予纽西兰的同事围钓。下昼的桃园旭富药厂爆炸大火，乌因青都天有2个员工当伤送病院。上尾段的南回铁路电气化总算完成，代表进入铁路宽度的一日新外宽。新闻开始，先来关心疫情消息。今日国家3例境外病例，一人是印尼的船员，另外2人是疫情确诊的女技师的同事。疫情指挥中心研判按765，这位纽西兰的同事上早出现镜头，刷过去上班，甲病毒喂互人，引发国内头一站的飞机群组感染。18确诊的760多岁国籍航空女技师是伫倒位被感染的？指挥中心研判，12月12日台湾飞美国，15转来台湾的飞机顶面不扫无挂喙暗的纽西兰籍男同事就是感染源。这60多岁纽西兰籍同事也传染予同航班的日本籍男同事，另2个人拢是在20确诊，真侪案例765，也有案例766。航程均在密闭空间，时间长且有部分时间无防护接触，所以而且由于按765在机上已经有症状研判按760、769在机上是受按765感染，所以是一起所谓的航空器的感染事件。庄连祥讲，案例765个 CT 值24.9，病毒量偏悬，血清抗体也是阳性，应该是在月2到飞美国，可能伫美国感染。入境时有有传染力，你也是3个人内底上早发病的，所以做出感染源的判断。由案例765，12月初4到初7伫厝检疫了后，由国际航空采取外站特殊管理，初8到11行踪也会调查。他没有记录时间、地点的习惯所以针对他去的地点我们今天就一直还在了解那也透过他的 iPad 的部分来做疫调我们也会请警政单位来做他的这个足迹的协寻头一站机顶互相烧话感染事件，接触者扩大到89人，指挥中心才陆续采检，即阵2个人阳性，19人阴性，其他伫检验中。离媒体伫问是毋是代表机顶的防疫出现破空？庄连祥讲，未来请航空公司对无专程挂喙暗，也有技师检疫3天，技术员检疫5天来进行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印尼宣布，明年开始要求请印尼移工的国家就要负担移工的机票、签证等费用，引起真侪咧请看护工的台湾雇主不满。今嘛传出咱劳动部按算后礼拜甲印尼政府举行视讯会议谈判。我看现在上线的人数慢慢增加中哦。外籍移工的雇主甲学者开线顶会议讨论雇主观察到的移工问题。尤其今年7月，印尼政府宣布明年1月开始要求劳工输出零付钱，互大护照签证者的费用拢转由雇主承担，安尼另外支出，互雇主真烦恼。他一次反映在我们费用上面的太高了，已经有中介跟我说，有可能是高达15万，我们抓10万。A 小姐来了，她来了不要做，那我10万已经花了，下一个雇主到底要不要按比例摊提？香港跟新加坡有辽国有缅甸可以用的时候，又比你印尼便宜，我们就不要用印尼了。可是台湾没有办法这样子去跟人家拍板，因为我们没有人其他的选择。台湾70万个外籍移工，有16万外人是为印尼来，敢若是社福移工，印尼超过19万3千人，比其他移工来源国较济。为薪水来看，产业移工薪水甲基本薪水同款，按过社福移工薪水只有17000。尤其今年疫情以来，移工收入变少，有雇主点出，有移工想要加薪水，换雇主或者是逃走情形真多。台湾面临少子化、高龄化、欠工者问题，需要移工的程度不只是社福移工。也有工厂营造业者领域，传出劳动部要伫这礼拜甲印尼做双边视讯会议讨论，深受冲突的谈判条件。中介业者认为讲起来是不简单。上谈判桌来讲，我们几乎就是稳输啦，是输多输少，输到什么程度啦？你的劳动契约是由对方来决定，那我们雇主保障在哪里？他几乎一进来他不做了，或者他要求转出，他要去工厂工作，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逃逸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我们台湾做了哪些防范？没有。劳动部指出，关系国际谈判会个谨慎应对，主要关注议题是零付费措施。另外，薪水这问题，等会谈展开了后，才能确认对方开出条件，甲台湾的接受程度到倒位，共款爱经过双方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的旭富药厂下昼爆炸大火，乌因青都天有2个员工重伤，其中一人是外国移工，有9成以上的3度烧伤，现时正在急救。这间旭富药厂为了做治疗新冠肺炎的药啊，奎宁的原料药去外销，这场火灾敢会影响药的供应？食药署表示，该了解。乌烟一直冲出来，中昼12点外，位在桃园路底的旭富制药厂厂房发生大火，消防队员知道民众报案了后，赶紧去拍火。到现场，大火继续一直在烧，也传出爆炸的声音。在宿舍里面，员工我们全员撤出。那第一时间曾经有防护住，那后来因为它容积有不断的发生爆炸，导致目前呢火势尚未控制。消防队调查，导火现场是地上5层楼地下7层的建筑物，导火所在伫3楼。消防人员救出2个正伫加班的男性，其中一个人是本国籍4期的查甫人，规身躯12趴3度烧伤，伤势已经稳定。另外一个外籍移工，规身躯90趴以上3度烧伤，即阵伫插管抢救。他今天是没有上班嘛？哈，今天没有上班，他怎么会起火哦？现在还在了解当中，我们等一下再报告，不好意思。药厂董事长伫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即阵内底无人，不过有浸水性化学药品，伊阁因为风真透，火一直炭烧，影响到邻近一间造纸工厂。消防队已经进行防堵，继续伫拍火。食药署证实，旭富制药有生产并且外销新冠肺炎的治疗药啊，奎宁的原料药啊，药销是不是有欠药的问题，也阁再来了解。它的原料药最主要都是外销比较多，国际市场。有时候我们买人家的，卖人家的，这个都是来来往往，每个药厂都会有自己的考量。这场大火发生所在，桃园机场，有民众伫机场附近也看到真高的高烟。不过，桃园机场公司表示无影响航机起降，机场公司也调派消防车来支援。大火原因、烧的面积甲财务损失，拢由消防局监视调查中。记者综合报道。代替南澳即独宅的铁轨路下早起发生断轨，经过抢修已经恢复双线通车。断轨的所在先用铝箔板固定，等待今日收班会甲翻起来。代替干部团人员将铁轨路固定好，早起6点外，一台货运列车经过南澳到汉本路段时，司机员感觉列车害个真厉害。通报了后，干部单位到定巡查，发现铁轨路有裂缝，马上封锁单线，赶紧抢修。8点55分完成初步抢修，第一座7次列车以慢速20公里通过9点11分，恢复双线通车。现场工作人员继续作业，伫10点05分换铁轨路，依照标准作业流程，先固定收班了后，再个焊接。回家。回家。会不会延误到你的行程？是还好，10分钟以内应该都还可以。7分钟了，我看那个时间是7分钟，慢了7分钟。不知道是因为铁轨的关系。有听说了，有听说。代替也通报铁道局甲运安会，好在无造成事故。目前铁道局咧做调查，运安会表示会为铁道局的调查资料来看代替铁轨路登记是毋是有系统性的问题，必要时会甲进前的成功铁轨路登记案件来到庭检视。铁道局汇整的资料，我们会完整的来看整个断轨的系统性的问题，看怎么样去避免再次的发生。这个意外至少影响9列出列车，代替表示初步调查登记的所在，离南澳站倒差离差不多20公分，目前正常通车，也派人监控。礼拜1暗时收班了后，就会马上做后续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下晡，在菲律宾海上结成今年第23粒风台 Crowang， 虽然未直接扫对台湾来，不过气象局表示，若低温加上风台的水汽，玉山、雪山、顶高山有机会在下暗到明仔落今年入冬的头一阵雪。行进方向的话是逐渐朝着中南半岛而去，对台湾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不过未来几天的话，会为台湾带来一些长浪的现象。另外就是在今明2天的话，还是会提供一些中高层水汽到台湾地区。明天的天气来讲的话，要提醒大家，第一个就是低温，在清晨的时候预计低温只有在14到16度左右。那沿海空旷地区可能会更低一些，而白天的高温，因为明天
各地几乎都有降雨。台南人市温爱乌仔河，因为今年雨水少，阁无够寒，影响到乌鱼子的产量，敢若剩旧年的3、4成。不过因为今年的景气较歹，乌鱼子的价钱唔加起，拢甲过去是差不多的。一粒一粒金黄色的乌鱼子卵，伫加工厂员工的卡手之下，把万鱼卵才袂走出来。刷落来又搁进行严济的工作，最后才会使拍。这拢是拄啊对养殖场取出来的乌鱼子卵，就爱马上送到乌鱼子的加工场。不过今年受到气候的影响，嘛互乌鱼结卵的状况，敢若旧年的3成到4成。气候个无水啦，鱼啊变做迄水哦，无法度。互伊鱼仔活动空间较满水，互伊活动空间较有，所以伊的鱼仔算成长就较，鱼仔是无大尾无好，伊的乌子的成长较歹，鱼子拢偏较细地。可能气候的关系啊，气候可能有较慢冷、较热啊。虽然讲乌鱼子是普遍较细又搁少，但是受到疫情的影响，景气无好，乌鱼子的市场价销嘛唔敢起。7两以上规价乌鱼子一台仅伫2600块以上，5两到7两规价乌鱼子一台仅伫1800到2000之间。因为今年的产量虽然是减少啦，毋过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这个生意大概差有够多，所以今年的迄个量是才减落来，毋过。配销也是差不多。但是农业局是指出，台南乌鱼养殖大约集中伫7股北门等地，产量大约630吨，全台排名第3。而近年来嘛，因为饲养的条件甲制定不断的改良提升，养殖的乌鱼子风味甲口感拢无输野生的乌鱼子。但是农业局嘛辅导台南市养殖渔业发展协会办理优质的乌鱼子竞赛，盼望会当来推广在地好渔产。记者郑混大报道。环岛铁路电气化上尾南回这段屏东邦寮到台东底本总算完成，总统以及行政院长甲交通部长拢到道见证，代表台湾建立铁路环岛的一日新画款。红白普悠玛20正式通车，一早就伫车站月台咧等，准备为屏东一路开到底本。南回铁路电气化也是环岛铁路电气化最后一里路。以前我们都要到那个花莲才换普悠玛，现在从屏东就普悠玛一路可以到那个宜兰。我觉得它这个建设对我们来讲，对我们南部人来讲，它是蛮好的。要往东部去的话，它是一个很方便的交通工具。110环岛电通。交通部长林佳龙出席伫屏东车站举办通车典礼，了后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长苏贞昌也伫台东车站的通车典礼了后，到定坐电气化了后的首航列车。同样一台列车啊，可以呢环岛，这个不敢对我们往返东部的国人更便利，而且对观光客来讲，它可以呢坐火车游台湾。不少人来抢坐第一班的专车，体验电气化了后所带来方便。南回铁路屏东邦寮到台东底本之间的铁路电气化113.4公里长，是环岛铁路电气化的最后一里路。高雄到台东减少17分钟，高雄到花莲也减少39分钟。枋寮站会从3等站提升为2等站。希望在将来我们可以营造成为我们一个观光发展的转运的一个重要的车站。民国68年西部纵贯线通车了后，高频段宜兰线甲北回线等路段连续通车。今年南回线完成通车了，也代表安尼柴油车头慢慢驶入枋寮月台连接车厢，经过南回线位面也慢慢被电气化车厢所取代。过去的南回普快是70到80年代，旅客共同记忆。交通部表示，未来部分柴油车会加做观光列车，希望提升运营，减少空污，也顺势带起观光。记者综合报。癌症一直是台湾人10大死因的头一名。为了鼓励患者接受治疗，第14届的10大抗癌斗士在今日颁奖，希望会当让当咧对抗病魔的患者有更加多勇气来面对。就看到我身边那些爱我的人，就会给我很大的力量，可以觉得我可以再试一下。成就者爱家己的亲友，甘入目屎。今年31岁，但一旦出事无甲1岁，就得到
治好了真假神经无细胞癌，真无简单度过治疗，说伫19岁确诊甲状腺癌。19年后，怎么好像又快要不见了？他很热切的去面对这个生活，他要去挑战一些他觉得他可以挑战的东西，他生活里面的东西。哇，妈妈真的觉得就很服他。我们很多时候就看我们没有的，可是当你发现你没有的东西的时候，你没有的太多，把我们有的东西可以更发挥的更多，或者是可以更珍惜所有我们有的东西。在亲友的祝福甲陪伴之下，但一旦无被打败，搁较认真体验生活。开工作室甲公司，希望以自身的经历，互搁较侪人看到生命转机。亲像伊同款勇敢抗癌的，也搁41岁柯智秀，前后经过红斑性脓疮、肺癌、类风湿关节炎的折磨，虽然目感觉真惊，毋过也是坚持要搁创造奇迹，甚至搁接触瑜伽投入教学。崩溃并不是因为又生病，而是怕自己去拖累到家人。之前那么多都已经过了，难道类风湿性关节炎就被打败了吗？那我不行。对，我一定要再创奇迹。台湾癌症基金会第14年颁发10大抗癌导师奖项，邀请来分享抗癌的心情，希望这个生命故事能予更较侪也咧抗癌的朋友精神的鼓励。记者综合报道。từ 2014年，台湾通过实验教育3法，出现最多实验学校用多元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今日有一场台湾实验教育的嘉年华，10个间实验学校用创意来表现学生的学习成果。来自南投县生态实验教育学校的学生，详细说明课程执行的计划甲想法。因为我们是生态学校嘛，我们非常重视环保，所以我们的材质呢，使用的是回收的木芯板。毛学生是用音乐甲舞蹈来展现学习成果。2020台湾实验教育嘉年华学习成果分享会，计共邀请15间学校来参与展览，为各校啊甲高中拢有跳脱传统教学模式的实验教育，强调和学生实际参与体验，将经验转化做知识。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会跟我们介绍这些植物。那这些植物可以用来做什么？这些植物其实可以来泡茶。加上他是亲自去操作，所以他这个体验会比较深刻一点，所以他所表达出来的内容是不是想象的，而是他真实生活的这个经验。台湾实验教育3法伫2014年通过，这几档的时间，接受实验教育学生愈来愈多。主办单位透过成果分享、论坛等等的讨论，希望大众通更较了解实验教育的推动甲实施成效。实验教育主要是问囡仔的需要，问未来的需要，唔是大人的需要，甲迄个课程的需要，所以这是完全的无同，啊嘛较适合迄个实际世界需要。正大实验教育推动中心计划主持人陈东寮嘛讲，实验教育唔是咧缀流行尔，是咧创造未来。中心希望建立沟通的平台，提供国内实验教育相关单位和教育工作者有互相交流的机会，让即阵台湾的教育生态更加丰富多元。记者杨淑晴、林旭凯台北报道。明仔就是当做古早人讲，要食果就家己学，要食粽就家己炒，带观众朋友来看传统的石模安怎学米来扫圆仔庆当做。用石模手来转动石模，把米粒磨出来，这是扫圆仔庆前的准备工课。12月21号就是当节，民众看到较早的石模，唔但感觉真新鲜，拢嘛把握机会来体验一下。这个一个人推就可以了，但是推起来还蛮费力的，又费时。觉得不过还蛮有趣的啦，真的这种东西我家也有，也一组，但是这个木头的已经不见了。伫埔子东石高中的边仔，较早日本时代是警察甲老师的宿舍，即马成做一个文创聚落。为要让社区更较有活力，做伙推广在地文化，社区甲聚落内底店头家做伙办活动。咱就2支啊，做天地扫，一支扫出，一支扫入安尼，拢好诶，歹扫出来，好诶晒落安尼。那就有特色诶，会当搁较熟悉咱台湾一个所在，啊，甲伊诶产业。涂骹诶庭院扫，袂甲迄个土扫掉，会扫到粪扫。
啊，毋过进迄个土的迄个庭院足少啊，啊，所以就愈来愈少人买，安尼，吼，啊，所以进啊较四维，啊，毋过进有诚侪拢是迄个人买厝，吼，买厝的时阵咧用的，啊是法师要做法器用的。文创聚落结合社区的资源，做伙办活动，互在地文化甲产业营销界，互大家知影。辅导中心的主任嘛表示，啊，先互这个所在会当吸引人入来。才有机会替破住一寡要无去的产业，也是文化，创造搁一摆互人看到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中北屯的眷村文物馆甲眷村各款保留部分建筑，希望吸引少年辈来了解。不过有专家表示，文物馆看起来有保留历史，却因为商业经营、文化内涵却有寡流失。这是民国79年起的空军馆舍，在贯穿改起的时阵，部分被保留，和这个土地捌发生过被犯遗憾，用文物甲相片保留记录。不过，就亲像大部分被保留落来公家宿舍同款，引进商业模式才吸游客才经营落去。不过，台中市贯穿文物馆的经营者希望家己用保留加一点人甲文化的元素。历史啊，或者是故事，然后用我们新的手法在这个眷村呈现。所以你看，它是有依据的，它是有历史脉络的，但是它是一个呈现出一个新的意象出来。对参观的人来讲，少年人看是好耍好翕，气氛好；高年年纪的人是来感受怀旧的气氛。生活上不会接触到的一些复古风的感觉。那你知道这边原本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跟单位？不太清楚。当然有一点的落差了，但是还是可以接受，因为毕竟它有在维护嘛，你就可以看得到。年轻一代就想说，以前的话是这样子。无接触就无感受，也无法度对话。中央大学教授李光军捌出版真侪本贯穿文化甲社会探讨的册，认为太过商业化的模式，只留标签的记录，无法度引起共鸣共感。我们现在保存的话，我们就比较偏向所谓的商业化的保存，因为它必须要在财务自主上面维持某种永续经营的可能性嘛。举办的活动过度的表面化、片面化。没办法得到历史的深刻的一些学习的经验。台中市贯穿文物馆举办小馆小时光，透过活动，希望创造话题、人物的过去，和发生过人物故事，丰富台湾这块土地文化深度。记者综合报道。为着替治疗癌症的囡仔人募款，法国有一位查甫的医护人员挑战家己带入冰隔离医院内底冻超过2点半钟，创下新的世界纪录。去年34岁做医护工作的罗曼万丹多尔普，19在50人的竞争之下，挑战带伫真侪冰地内底世界纪录。伊规身躯干那穿一条游泳裤，行入长形的玻璃缸内底，由工作人员对内底倒入一块搁一块冰地。一直到头以下，身体全部拢冻伫冰地内底，时间1分1秒过去，计时器来到2小时35分43秒。万丹多尔普将有决定法庭，工作人员赶紧甲伊对冰地内底解救出来，伊规身躯被冻甲红起去。而万丹多尔普这摆成绩比原来的世界纪录加出40分钟。C'était compliqué, il y a eu pas mal de glaçons un peu partout, c'était fort compressé, parce qu'il y avait un gros volume de glaçons. Voilà, mais après, non, on va les réchauffer. Mais après, voilà, le fait qu'il y ait des gens, et je vous remercie tous, parce que c'est vrai que les encouragements, ça aide beaucoup. Donc, merci beaucoup, et puis在正式条件进前，伊做了未少准备工作，亲像泡伫的拢是冰格的按摩浴缸内底，坐伫500公升的冰柜内底，也去国际圣地夏慕尼，甲规身躯带伫室内底，训练家己就有控制人体神经，超过人体极限，靠着幻想甲集中注意力，互家己处伫放空，敢若戆想的状态。伊所以进行遮尔家己液态的活动，是为着要替得着癌症的病人来筹募善款。2年前，伊实在一得着脑癌的4岁查某囡仔，伊想要对所有破病的囡仔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迄就是永远爱怀着希望。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煞后的天气，要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这2日中部以北、东北部低温可能干那15、16度，最好来关心明仔的天气预报。北部地区14度到18度，中部地区16度到20度。
南部地区17度到20度，东部地区15度到20度，外岛地区19度到18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虎宪，咱再会。